嚇。藍色波衫就係作客嘅印度嘅，咁主隊有港隊咧就穿起呢個紅色戰衣。兩隊波就上屆曾經都喺外圍賽碰過頭嘅，當時印度就贏過香港隊4-0。先見到就講多次機會先啦，嚟自咧就法蘭道送翻橫啦，出嚟回翻後面10號仔啊，落地古斯右腳磕射，好似係高出喎。係啊，呢個波就似乎落地古斯又要係擺個身啦，隻腳步就唔係太啱㗎。咁跟住亦都見到印度有一個叫做中距離嘅施射啦，可惜呢個波寫上嚟冇乜角度，加上冇乜力度啊。嚟自一隻高拿高嘅遠射啦，過到門將葉鴻輝先啦。即係又見到港隊機會嚟自陳俊啊，好靚直線啦，斜出埋去接應到有孫明謙，可惜兜翻中間大位嘅時候就啱俾對嘅落腳成功啦。阿里左腳係貪中咗皮球啊，呢球波係好清脆嘅嚇。呢個波嘅傳中準程度就相當之高啦。咁跟手印度亦都俾個呢啲罰球咧，同埋斬埋嚟嘅時間咧，落點相當之唔錯㗎。咁又係呢一個4號嘅球員啊，阿里啊，可惜啊頂個波就又係冇乜力度啊。助攻有助手喎，但係偏偏之後呢邊咧就中落安咧就扭波失敗，俾弗蘭迪斯咧就逼甩咗腳下球，高拿高強波埋遠處位置，但係呢邊咧就22號仔啊古魯尼恩嘅接應竟然選擇用左腳大腳吊射，結果係扯出喎。不過呢個波就似乎就真係古魯尼恩嘅選擇出腳方面咧就係選擇得唔係太過理想啊，應該右嘅咧就比較係好啲。香港隊嘅罰球機會啦，左條聲長傳埋咗周元德啊，篤射埋去，都係咧就爭啲啲啊！不過呢個波你見到中連路啊，推埋你個波落點相當之靚㗎，第一下就認到啲球員咧有個錯到咧漏咗，咁可惜周元德係把握唔到佢嘅機會啊！另一次機會啦，見到呢邊咧就落地古斯灑到波埋去啦，結果球證咧係冇吹罰手球啊！嗱，雖然咧就阿里左手有少少掂中皮球。可能都先擦中一啲咧合法部位，再咧就撞中咧就係阿里嘅左手，加上咧就阿里左手亦都未至於佢咧好不自然嘅擴大，所以冇事發生啦。有楊德強先生同埋朱志光都喺度啊，亦都有一隻局長啦，羅淑佩都喺度啦。當然咧就霍啟山先生亦都喺度啦嚇，就係足總嘅主席。好啦，咁去到下午就比賽咯喎，孫明謙隨蘇埋後邊入替嘅艾華咁 set 翻轉頭，咁呢個位置好紅衫喺度。不過呢個波見到孫明謙斬波落點好靚㗎，見到遠處嘅艾華走埋接應啊，但係可惜啊，滴翻轉頭嘅時間咧，冚埋嚟嘅時間嘅球員咧接應咧就似乎部署嗰個位置咧部署得唔係理想嚇。又逼過波啦，咁就直接揮拿到左腳拉射埋去，都相當之勁㗎。正中間位置就俾門將幾乎啊手指尖啊成功啊貼走咗先。跟住呢度呢邊嘅印度亦都有一個機會啊，11號嘅後備入替度咧。嚟咧一個轉身搞個直線落去咧，其實就好靚啊！不過可惜稍為個力水咧大咗啲啦，後冚埋嚟嘅贊加迪咧慢咗半步啊！印度球王哲迪利咧入場之後咧有好多咧好重要嘅傳送嘅，咁啊跟手亦都有咧就17號仔就係贊加迪啦，兜中間啊避開咗就係陳俊一嘅啦，咁啊拉射埋又係過唔到咧就門將葉鴻輝啊！再嚟。嘅時間咧嘅印度咧都可以話壓翻隻香港隊嚟打嘅，呢個波就好彩，哇！仲有一個係啊中國行喺度，咁啊後冚埋嚟嘅對方嘅球王啊，哲迪利咧亦都係想話搶前傳嘅，但係可惜啊，呢個波係都係中國行出。去到尾段嘅啦，後備入替米高啦，成個人攏埋去啊，叫做壓贏咗對方㗎啦，但頂得好吃力呢球波，就下揮走咗，再咧就行着班嘅大腳送咗埋米高就快過門將幾乎一步。叫一隻幾乎犯規，球證只有12碼點噃。哇！呢個波就真係要讚一讚米高啊！真係，佢冒着受傷嘅情況之下，咁樣將個波係頂高咗之後，避過對方門將幾乎，搏到呢一個12碼分。操刀嘅球員史提芬彭利拿小跳步冇問題，攞翻龍門右手邊，仲內轉彈入啦，亦都係肥棒人生第一個 A 級賽事嘅入球啊嚇！補時階段，奠定勝局，一節贏江山，史提芬彭利拿，相當開心啊！包括備受壓力嘅教練咧，韋斯活啦，同埋助手啦，同埋就係現場啦一眾嘅港隊 fans 啦，一齊都係咧就非常之咁興奮，開心慶祝，最終咧就香港隊1球波險勝印度咧就全取3分嘅。